1月2日首先是基礎。清醒難道就是我們所期望的精神覺醒的全部嗎？不是，清醒不過是剛剛開始。比爾的視覺第8頁英文版。去實行康復計劃就像是蓋房子。首先，我要澆住一塊既大又厚的混凝土板，以便我能在上面建造房子。這一步對我來說就是停止飲酒，但是住在混凝土板上實在不怎麼舒服，無遮無擋，嚴寒日曬，風吹雨淋。所以我要在上面建一所房子，我要開始實施康復計劃。第一間房子搖搖晃晃的，因為我不習慣這份工作。隨住時間的推移，隨住康復計劃的實施，我學會了建造更好的房子。實施康復計劃時間越長，我建造的房子就越多，而住在房子裏面的我就越來越感到舒服和愉快。